有興趣打開呢條片睇嘅你，係咪因為琴晚瞓得唔係咁好呢？又或者睡眠問題其實一直纏繞緊你？我哋人生有1/3時間都花喺瞓覺上面，人人都要瞓覺，但又係咪個個都識點樣瞓個好覺啊？由細到大，除咗早睡早起之外，似乎都冇人教過我哋點樣先可以瞓得好，點為之好嘅睡眠質素，而瞓得唔好嘅原因又係咩啊？今集我哋醫識就好高興請咗 Melissa 同 Jenny 同我哋一齊探討睡眠嘅世界。Jenny 啊，我知道本地大學2020年有個調查就發現，有過半數受訪者都有失眠問題喎，而大部分人瞓唔到覺嘅原因，主要係因為工作同家庭壓力。其實點解會有咁多香港人會有失眠嘅問題嘅？都市人的確好容易出現睡眠失調，即係我哋俗稱嘅失眠。而有失眠問題嘅人呢，可以留意到佢哋普遍都係會有家庭或者工作壓力大，個腦成日有嘢諗，停唔到，又或者有好多擔憂等等嘅情況。而壓力水平高嘅人群之中，失眠情況發生嘅機率係會相對增加嘅。咁我哋點樣可以定斷自己有冇失眠啊？若果持續地出現難以入睡、半夜容易扎醒、一晚會醒好幾次、好早或者半夜醒咗就瞓唔返、瞓醒覺仍然覺得好攰等等呢，其實就已經可以界定為患上失眠啦。其實除咗外來壓力，喺正常情況下，內在壓力係有固定嘅日夜節律。朝頭早通常最大壓力，有提神、提升專注力同埋能量嘅作用。適量嘅壓力其實係有助我哋提升我哋嘅解難能力，係必要並且健康嘅。但係去到傍晚，生理時鐘就要開始準備俾身體休息，就會冇咁大壓力啦。不過若果面對過多壓力，身體就會本能地試圖想製造出更多信號去對抗，令到晝夜節律失去平衡。可能大家會覺得一日半日瞓得唔好，第二日補返數就冇問題啦。但係國外就有研究發現，睡眠不足又或者成晚冇瞓，都會增加壓力，絕對係一個惡性循環嚟㗎。壓力大難以入睡，導致睡眠不足，令人覺得身體同埋精神都疲倦。日間疲倦令到狀態欠佳，專注力同埋記憶力都可能會減低，並且力不從心，令人更加冇辦法有效咁樣應對日常生活。生活嘅挑戰更加多，進一步增加壓力，然後再次難以入睡，令到失眠呢個惡性循環不停重複。我諗唔少人都試過平日唔夠瞓，放假一於瞓返夠半啦。但原來事後補眠都未必能夠令身體叉返滿電㗎喎。除咗壓力同情緒會影響睡眠質素之外，Melissa，我成日都聽到啲人話咖啡可以提神，但飲完呢又驚夜晚瞓唔到喎。其實食物同睡眠質素有咩關係呢？你呢個問題呢，相信係好多人心中嘅疑問嚟嘅。飲完含咖啡因嘅飲品，例如咖啡或者茶，甚至係能量飲品或者可樂，之後瞓唔着，其實同我哋每個人嘅體質有關。一般而言，咖啡因喺成人體內大約3到4小時先至會完全代謝。孕婦、有服用藥物或者難以入睡嘅人可能會停留時間更長。舉例，朝早9點飲咖啡，一般人可能直到1點先至完全從體內代謝。所以 lunch 之後或者下午茶飲咖啡提神，就可能導致晚上難以入睡啦。咁既然食物可以影響睡眠，有冇咩食物我哋食咗可以令到我哋瞓得好啲㗎？當然有啦。進食含豐富 GABA 嘅食物包括番茄、士多啤梨、荔枝、南瓜子等等，有助放鬆身心，促進情緒穩定，幫助睡眠，仲可以促進深層睡眠㗎。但長遠嚟講，因為每樣食物入面嘅助眠成分有限，各款食物可能需要大量進食先至可以達到相關助眠嘅效果。而大量進食某幾種助眠成分較高嘅食物，都唔係一個理想嘅做法。好似荔枝咁，糖分其實好高，有可能因而引起其他嘅副作用，難以全方位維持身心健康。另外，我都想補充，環境因素對於好嘅睡眠質素同樣重要。理想嘅睡眠環境應該係安靜、黑暗同埋涼爽，咁樣可以模擬夜間環境，幫助身體更好咁樣進入休息狀態。如果噪音水平高過35分貝，就會增加睡眠中途覺醒嘅機率。理想係大約好似圖書館內嘅背景聲音，而房間溫度亦都應該保持喺攝氏18至21度，相對濕度40%至60%之間。咁 Jenny 啊，照你所講，光線會影響睡眠質素，咁一啲因為工作需要而需要日夜顛倒嘅打工仔嚟講，佢哋要朝早先瞓，咁睡眠質素咪一定會好差咯。
可以咁理解㗎。畢竟日夜顛倒嘅工作模式會干擾人體嘅生理時鐘，導致睡眠質素下降。建議呢一類朋友喺日頭瞓覺嘅時候可以使用遮光窗簾或者眼罩，並且保持房間安靜同埋涼爽，以提高睡眠質量。我自己瞓覺之前咧，又好鍾意篤下電話啊，碌下 social media 啊。但我成日都聽到咧，或者睇到啲建議咧，話瞓覺之前最好冇用電子設備喎，話啲藍光咧會影響睡眠質素。究竟點解嘅？藍光會影響睡眠質素嘅主要原因係因為當眼睛喺夜間暴露於藍光下，藍光會通過視網膜中嘅感光細胞傳遞信號，影響生理時鐘，令到你嘅身體誤以為仲喺日頭，延遲入睡時間。所以想每晚瞓得好呢，你呢個壞習慣就要戒啦。建議喺睡前1至2個小時內避免使用電子設備，又或者使用藍光過濾器嚟減少藍光對我哋嘅影響。大家仲可以使用香薰、某啲植物精油，具有放鬆同埋助眠嘅功效，例如薰衣草、洋甘菊等等。另外，使用空氣清新機，除咗減少空氣中嘅過敏源同埋塵埃，仲可以當白噪音使用。睡前進行5至10分鐘嘅深呼吸或者深度冥想，都有助放鬆心情。如果同我一樣有呢個睡前壞習慣嘅觀眾朋友，就要留意啦。失眠或者睡眠不足都會令到我哋成個人冇咁精神，個人攰啲啦。但長遠嚟講，會唔會增加慢性病嘅風險呢？係會㗎。長期睡眠不足的確係會增加患上慢性病嘅風險。另外，睡眠不足仲會影響大腦功能，增加憂慮同埋憂鬱嘅風險。倫敦大學曾經有一項研究發現，有40%每日睡眠時間少過5個鐘頭嘅50歲或者以上成年人，患上2種或者以上嘅慢性病風險，較睡眠充足嘅人士高。唔好以為自己後生就可以唔理睡眠不足衍生嘅問題啊！中文大學有研究亦都顯示，睡眠不足會增加青少年患上心血管疾病嘅風險。研究發現，近40%參與研究嘅青少年，佢哋每日平均嘅睡眠時數少過建議嘅最少8個小時。呢啲青少年嘅頸動脈內膜中膜厚度比較厚，意味住佢哋日後患心血管疾病嘅機率係更加高嘅。睡眠不足仲會增加我哋對高糖、高脂肪食物嘅渴望，從而導致肥胖同代謝問題。而現今都市人經常都會接觸到呢個精緻食物，例如白飯、白麵包、麵類、糕點等精製碳水化合物。若果再加上攝取過多糖分，就會更加難控制。的確唔可以掉以輕心啊！聽完兩位咁講，我哋可以透過改善睡前習慣同埋飲食去提升我哋嘅睡眠質素。但回歸到失眠最根本嘅原因，就係工作同生活壓力過大啦。我哋又可以點解決先？有幾個有效嘅方法可以幫助調整失眠患者嘅心理同埋生活習慣。首先，學習壓力情緒管理，例如同家人或者朋友傾訴啦，適當咁樣釋放壓力，可以有效咁樣紓解心中嘅憂慮。其次，調整生活習慣，建立規律嘅作息時間表，營造良好嘅睡眠環境，同埋好似我頭先所講，睡前避免使用手機、電腦等電子產品，減少藍光嘅影響，都有助放鬆身心，促進良好睡眠㗎。另外，從營養學角度嚟講，維他命 B1、6、12同埋鎂呢幾種嘅營養素都有助穩定神經系統、緩解憂慮、改善睡眠質素。含維他命 B 嘅食物包括全穀類、肉類、魚類、蛋類、乳製品、豆類、豆製品等。含鎂嘅食物就包括堅果、豆類、深綠色嘅蔬菜。要留意高濃度嘅黑朱古力，即係70% 以上濃度嘅朱古力，雖然含有大量嘅鎂同抗氧化物，但由於朱古力由可可豆製成，含有咖啡因，對於咖啡因代謝相對較慢嘅人士嚟講，就要適量進食同埋避免瞓覺之前食用啦。Jenny 啊，你會唔會建議失眠嘅人去做運動去改善睡眠質素呢？無論有冇失眠，建立恆常嘅運動習慣都係保持身體健康嘅關鍵嚟㗎。適量運動對於提升睡眠質素有幾方面嘅幫助。第一，幫助調節體內嘅GABA水平，調節憂慮、緊張、壓力同埋恐懼等等嘅情緒，有助調節睡眠週期，令我哋更快入睡。第二，促進大腦釋放內啡肽同埋血清素，呢啲化學物質可以減少壓力同埋憂慮，從而改善睡眠質素。第三，增加深層睡眠時間，令身體同埋大腦可以善用睡眠時間，得以恢復力量。
第四，有助於穩定生理時鐘，令你喺固定時間就會覺得困倦，從而形成良好嘅睡眠習慣。有冇話邊類型嘅運動比較適合啊？帶氧運動例如游水、跑步、踩單車；無氧運動例如舉重、阻力訓練等。至於近年都好流行嘅瑜伽，又或者集拳術同埋養生觀念於一身嘅太極，呢一類運動有一套緩慢而且有意識嘅呼吸同埋動作，對神經系統同埋情緒調節有正面嘅影響，有助肌肉同埋情緒放鬆，自然有助入睡。大家亦都可以試下睡前4-7-8呼吸法。首先瞓喺床上面，吸氣4秒，等個肚脹起嚟，然後閉氣7秒，然後呼氣8秒。重複呢個4-7-8呼吸法幾次，就可以好快放鬆落嚟，而會令人自然感覺到睡意㗎喇。Melissa，我哋都知道咖啡同茶裡面有咖啡因，有機會影響睡眠質素。但我知道茶裡面有種成分叫茶氨酸，佢反而係可以改善睡眠同埋壓力嘅喎。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講多啲啊？冇錯啊！雖然茶咧含有咖啡因，但係綠茶、烏龍茶同黑茶，例如普洱茶等，都係含有一定嘅茶氨酸。而茶氨酸係一種天然存在喺茶葉中嘅氨基酸，具有放鬆、減少憂慮同壓力嘅作用。與此同時，茶氨酸可以增加大腦中嘅 GABA 水平，從而間接促進放鬆同改善睡眠。另外，亦可以增加大腦中嘅 alpha wave。呢一種腦電波同放鬆及冥想狀態有關，有助於減少憂慮同促進更優質嘅睡眠。你頭先提到 GABA 啦，咁呢種物質係咪可以改善睡眠質素㗎？冇錯，GABA 全名為 GABA 氨基丁酸，係一種抑制神經傳導物質，主要功能咧係減少神經元嘅興奮性，從而幫助放鬆同鎮靜。佢喺大腦入邊嘅角色就好似剎車掣咁，控制住神經系統信息傳遞嘅速度。GABA 可以降低大腦興奮度，減少憂慮同壓力，令你更加容易入睡。而通過抑制神經嘅活動，GABA 可以幫助身體同大腦進入放鬆狀態，有助於更快入睡。而 GABA 亦有促進深層睡眠，提升整體睡眠質量㗎。既然咁有益啦，咁我哋平時喺日常生活裏面可以食啲咩攝取到 GABA 同茶氨酸呢？含豐富 GABA 嘅食物咧就有糙米、番茄、芽菜、羽衣甘藍等。當中糙米含有較高量嘅 GABA，尤其係發芽糙米。另外，發酵食品好似泡菜同味噌咁，呢啲食物都會喺發酵過程中產生 GABA 㗎。至於茶氨酸，正如頭先所講，係一種天然存在喺茶葉中嘅氨基酸。綠茶、烏龍茶同黑茶，例如普洱茶咁，都有含有一定嘅茶氨酸。當中以綠茶為茶氨酸最主要嘅來源。不過我都知有唔少人會選擇以藥物治療失眠嘅喎，就好似我哋成日聽到嘅安眠藥。其實市場上而家都有好多產品聲稱含有天然中草本成分。Melissa，其實呢啲天然中草本產品同安眠藥喺成分上同功效上有咩分別啊？天然中草本同安眠藥兩者咧，無論喺成分、功效同副作用上咧，都有幾顯著嘅分別㗎。安眠藥主要分為苯二氮平類同非苯二氮平類，能夠幫助失眠患者於短時間內入睡同埋改善睡眠質素。不過需要醫生指導底下先至可以使用㗎。服用之後有機會引起嗜睡、頭痛、頭暈等副作用，而且會有依賴性同耐藥性嘅問題，並唔適合長時間使用。至於天然中草本呢，顧名思義，由於天然成分，所以唔會產生依賴性，無西藥副作用，對身體負擔亦都較低。有冇話邊幾種天然中草本係公認有助眠功效㗎？成日聽嘅咧就有靈芝啦，有安神作用，有助入眠，可以幫助減少憂慮同壓力，促進睡眠。茯苓具有放鬆作用，可以幫助緩解憂慮，改善失眠。當歸補血活血，對於因為血虛引起嘅失眠有幫助。柏子仁養心安神，常用於治療心神不寧同失眠。酸棗仁養肝安神，改善虛煩多夢，提升深層睡眠。熟地黃滋陰補血，對於因為陰虛血少引起嘅失眠有幫助。配合埋頭先提到嘅 GABA 同茶氨酸一齊使用，就可以有更全面嘅舒壓助眠功效。
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講解咩嘢係深層睡眠啊？同埋深層睡眠有咩好處啊？簡單嚟講，深層睡眠就係最難叫得醒你嘅情況。深層睡眠係睡眠週期中嘅第3階段，呢個階段特點就在於腦電波會變得非常之緩慢，心跳同埋呼吸都會變得穩定並且緩慢，身體處於最放鬆嘅狀態，有助回復日間身體所消耗嘅能量，同時促進細胞再生、強化免疫系統等等。另外，深度睡眠亦都係大腦處理每日信息嘅關鍵過程。深層睡眠時間不足，日頭所吸收到嘅資訊就會好難進入記憶區。呢個亦都係點解睡眠質素唔好、記性似乎會變差嘅原因之一。根據美國睡眠醫學學會，每晚至少有7個小時嘅睡眠，對於成人健康嚟講係必要嘅。但深層睡眠嘅具體需求會因為年齡同埋健康狀況而唔同，通常佔總睡眠時間嘅15至20%。反而發育中嘅小朋友同埋青少年就需要更長嘅深層睡眠時間去幫助身體成長同埋修復。有研究指，適齡學童大約需要20至到25% 嘅深睡時間。不過要留意，缺乏深睡唔代表有睡眠障礙，但係深層睡眠的確係比較容易創造出有品質嘅睡眠體驗，所以絕對唔可以忽視㗎。我哋可以利用匹茲堡睡眠質量指數 PSQI 嚟評估一下自己嘅睡眠質素，涵蓋多方面嘅睡眠質量指標，譬如睡眠時間、入睡時間、睡眠效率同埋睡眠障礙等等。問卷包括以下幾個問題，包括由上床準備瞓覺到能夠真正入睡，通常需要幾多時間呢？每晚實際嘅睡眠時間大概有幾多呢？喺過去1個月之中，有幾常因為呼吸困難、發噩夢、半夜醒咗瞓唔返等等嘅情況而影響睡眠？計算出嚟嘅總分數越高，就代表你嘅整體睡眠質素越差。建議尋求專業人士協助，作進一步嘅評估同埋治療。想瞓得好，擺脫睡眠惡性循環，維特健寧寧心加強配方幫到你。維特健寧寧心加強配方加入黃金比例組合 GABA 同茶氨酸，成分天然，可以安心長期服用，有助舒壓放鬆，而且嚴選10多種複方天然中草本，例如有靈芝、茯苓、當歸、酸棗仁等，有助調理五臟、舒壓放鬆，全面提升睡眠質素。近90% 醫護用家認同10天有效舒緩壓力失眠。睇嚟陣間做完呢個訪問，我都要即刻 check 下自己嘅睡眠質素好定壞啦。今日唔該晒 Jenny 同埋 Lisa 同我哋做呢個訪問，詳盡解答咗我哋對睡眠嘅各種疑問。希望睇完呢段片嘅你哋都記得我哋啱啱講過嘅睡眠小貼士，配合埋維特健寧寧心加強配方，原有嘅10多種複方中草本，加入埋天然成分GABA同茶氨酸，有助舒壓放鬆，全面提升睡眠質素。由今晚開始，一夜好眠，晚晚一覺瞓天光啦！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記得撳埋個鐘仔啊！